fans 趴喺窗度喺度睇啲咩呢？邊個咁受歡迎啊？哦，原來係我哋廣東廣播電視台影視娛樂頻道主播小雲喺度，都知道我哋碌碌娛樂圈執字高噶啦。只不過呢班 fans 個個都喺度講緊韓文嘅。原來小雲今次係專登嚟到韓國，帶住我哋節目 fans 嚟睇韓星啊！作為韓國旅遊局獨家邀請嘅中國內地唯一娛樂節目代表，碌碌娛樂圈會約會邊啲韓國明星呢？大家好！哇係，原來係上年喺美國 Billboard 世界專輯排行榜第一位嘅 Winner 嘅組合成員宋敏浩同埋 BigBang 嘅師弟團 Icon 嘅成員金元智啊！哇係，好型仔啊！唔怪之得咁啱喺同一間餐廳食飯嘅 fans 開心到見牙唔見眼啦！